摩托車就伊扛不走啊，你总好干的那口车送啊，啊两用半机都同我用啊。世界中嘅車比起奧多麥還係安全。奧多麥無廠無好勢，還無盤道，呢種嘅車死界鏈咯，吼，只要反倒路捉得迄個人士，迄個種啊當安全。這那就強上用係一嚿多啊，超過研究啊。不論係收集下手過去嘅感色，也係天天嘅前進嘅藍色，龍龍滾嘅洗車兒，係農村度最常頭看到嘅交通工具。從南到北，由東向西，在順坡中下西路巷，有安用一台電影式嘅洗車兒，還有勞心財駕駕駛嘅老農夫，安用唔打眼嘅畫面，真係英語最基層嘅景象。對台灣農村種下嘅蘆筍，哪一位就看到從安陽東電影下嘅洗車兒。對了，農用半潤車，你對佢嘅歷史認識了解有幾多呢？因為台灣耕種地區大部分都係樹林，為了解決水果也係配料的散播體半潤問題，這種利用耕潤機同力到拖車兩種夾強下，變做實用嘅半潤車。成功解決山區農民嘅磨礪片，又因為使用這台車冇乜嘅限制，按當年來一直係農民最好用嘅交通工具。因為那蔬菜，那種安尼個磨土個種安尼個，唔清楚用用半機搬入來，就種下入去包裝，也好些做些啊。啊，冇都唔敢人安尼個，就講到送冇咁多東西啊，啊再冇咁多東西，安尼時間都總係通俾你啦。從葡萄嘅用線上，按當年來，因為需要得了矮嘅染得度，摘手到種上葡萄，得限用手推車嘅煙台，唔但將工作磨礪片，速度係比呢下慢得加倍。在種下從頭看到嘅洗車兒，呢下台灣種樹大約有10萬輛，唔講嚴啲，其實你係台灣新疆人在1970年台片兒發明嘅，正是民間按照農用半潤車，經過加排嘅研發。一下主要嘅款式有3種，從兩台外顯藍色，engine 13馬力，4輪啟動，前進8檔，8股2檔，速度超過30公里，做得載重1000公斤，係最大型農用半潤車。喺另一種平均速度做得走25公里，最大載重600公斤嘅中型車，沒有前當人使用。另外兩台最普通、最當人用嘅半潤車 ，engine 有7馬力。發動嘅方式做得前側用手拉，也係升級變電動。喺佢後輪啟動，前進6檔，8股2檔，把架水平做得到25度，普通速度大約15公里，最大載重有500公斤，對農民種果子、行山路係最好嘅工具。這個地方是慢速，這個是快，所以它分成2個檔。它可以有快有慢，是靠這2個皮帶的。基本應該是台駕駛6萬人員，利用海熱啟動原理，操作簡單，看起來細細台，算起來CC數摸到300嘅農用車。除了佢有當強嘅 engine， 貼片設計嘅電腦，也係本機對付山路、南泥，還做得輕鬆上下嘅最大武器。頭前的是平鏈，後邊的是有牙齒的出來啦。人家講吼。頭前的冇帶動機是後輪頭帶動的，所以講頭前是有阻力，所以叫惡平的。按每方是惡，每個惡北山，這裡叫惡有氣的，就冇卡冇北，卡冇北啦。那個兩界抓用氣的哈，加了頭前冇帶動，其實被動的基本是鬆的，那有齒輪的時基本增加它的阻力，哦，所以說呢叫按用每方惡有氣，頭前惡冇氣，佢減少佢個阻力，按佢較無白，按嘛較有力。作體力非常強，本農民嘅安全比頭擺品種車增加10多保障。做農用車設計嘅主線上講，莫看倆簡單嘅農用半潤車，為了配合當唔好嘅體型，連續當倆實驗空，使用機專業嘅人員。因了就講吼，呢個空嘅作用吼，就是講會平衡呢台車轉彎
因太多車主要差速器，啊，叫做台車磨，伊要保護那個車身來講吼，都會靠那個半空那個照射，哦，伊不個速度伊不個一片不較變，一片較慢，來控制那台車的平衡度。哦，一方面是講個安全性，啊，一方面是講因機器的壽命較長短。因為冇普通海熱嘅差速器，半潤車發展出貼片嘅保護設計，減少農民電車撈觸傷嘅意外。同時，因為冇強用嘅農舍，大家農民咪做得找自家嘅飼料、繞口、重上、田作，又係修改部分裝皮，本實用性很難睇到。我買來是按呢，很多路較歹做，啊，我去釣獵按呢較好做。獵拍講還是意思講，按呢曬過來曬過去較好曬。啊，其獵這邊哦，我獵伊只收失得啦，啊，其獵我兩只收啊。我都不用七隻啊，都好載啊，因為我按隻個載入去咯，我配朋友啊，啊都不用七隻，啊都適合我個，啊基本上冇按寬啦，啊我如果增加較寬的個的寬度啊，並長度啊，啊我讓油拉個龍都好按的裝法啦。雖然兩下已經進入科技時代，不過聽年農村人口年齡幾耐見老化嘅問題，兩下農民唔單淨係做事嘅時節，在生活地圖老了農用半潤車嘅關係，咪幾耐見前咧。雖然這兩項係為了耕種方面，不過因為食材太好用咧，年紀大實操作熟絡嘅老農民，但唔是駕照隨緊有上游嘅利片下，除了獨當家嘅生命頭路，專業個人財產，但因設計半潤車獨種下哪位都可以到。尤其有的老人家唔但將出門買菜，連接送孫兒都自時兩台。以前人都用開用力的啦，有了台車了啊，吼，大概較省力啦。啊，一般啊，因都做些時，阿奶、阿妹、孫那拄到。哦，阿公、阿爸啊，坐了台車，因出來飛飛咧。一般啊，連嘛對目前生活情緒嘛唔難啦。基本上因為呢種係無稅金嘛，吼，對農民負擔較無安重。再貨的市場啊，或者係買東西物價來講，一般啊，太市場啊無用到了台車啦。有時啊，在生意讀書啦，吼啊，在我妹啦去買菜啦，買該東西吼，啊，再配料甲條件總較無去做就出啊。因為佢講呢種誒吼，有世界呢安尼較安全啦，吼，比奧多麥吼都較好啦，安尼吼，嘛像安尼不風落雨吼，嘛唔好講吼，路彎彎吼都樣樣安尼，真菜。就因為簡單好用，兩下農民出門冇兩台半潤車，就像冇腳強用。不過另一方面係講使用唔當，又係冇生意保養，故障維修解除前難避免咧。啊，賣法咯，看偌久無用啊，2、3單。從細對機器有興趣嘅王順平，在農村開了農機維修工廠，從頭愛出門聽小農民講車兒。除了普通維修，佢講因為農民大部分卡路咧，所以車有問題，不論係山腳、路順、天虹，佢都會去現場想辦法處理。面對呢一種最普通嘅農用半潤車，佢肯定係最曉得。伊也無用油開關啊關起來，吼啊伊自然發較大。啊！你放久，啊較好發啦，有2、3下發啦。啊！你啊油無關，啊伊變成汽油會蒸發掉，啊伊內底咧化油器油路會塌的啊。互你看，攏無油過來，有啊，即擺油較過來，攏是油路塌掉的啦。啊無就是迄個火嘴啊燒掉的啊。哦啊。有誒是攏無保養啊，使會用緊縮去的啦，嘛有啦。因為對農村長機械
汪順平講，做唔得市場嘅傳錢，山西老農民認為半潤差也係農期保養，未培養出前途生活樂趣。甲農夫做伙嘛蠻不錯啦，算未登官社角啦，算有什麼話都直接說啦。哎呀，情況他們在採收，我們出去修理啊，說採葡萄就拿葡萄啊，採梨子就拿梨子啊。做唔得冇嘅半潤差，除了成人本身愛好，精準嘅維修還係重點。係冇你使用有奶草嘅洗車兒，農民係個冇機，也就乜嘅事情就冇辦法做咧。既然老農民嘅關係安親，問題求嘅當年平均出產1500兩以上嘅半潤差，雖然唔是駕照，唔是稅金，唯一嘅規定就係做唔得上人頭以上嘅態度。按多年來，史萊姆失去重要嘅套路，現在其實都前兩本大價離片。不過對廠社從水里土兒從800到700兩台使用半潤差已經超過25年嘅廖先生來講，做唔得正式上路，還係本機有話來講。列種嘅車底下都會講縣道 N4的新車，政府慢慢就講列種嘅車肇事率高，冇辦法去追究責任，冇牌冇物件，我會講嘛，政府是針對列半潤機拿來分種牌，唔表眼上國道限速極多，大概因為大概出門安全大概就總啊無注意，奧多麥車肇事率總啊很高，你再講見到實在是按半潤機按就真的是。除了上路牽力，廖先生明認為，鼓勵農業發展嘅同時，聽出外界半潤差，政府補助其實做得過價掉，因為做農事外賣嘅機械唔單將使用安用停停。鄉鎮農村生命力自己嘅農用半潤差，北山土豪在安義提圖建國嘅同時，就已經讓農民建立冇辦法本國嘅情感。對牛叉時代來到科技時代，對這台洗車看規則農村發展，方面要從安樣容忍禍害美好，除了必要嘅公期補助，咪需要很多人來關心。